睇嘅兩個款式，也是好看的。啊，你要嘅話嚟拍，你 cap 翻個圖啊。呢個係啲啲嘅23528，680元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們打出嚟公屏啊！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，有咩想要嘅姐們點菜。想要咩款式嘅都可以點菜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咁啊，下一個啦。你仲想要咩款式嘅可以同我講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有咩想要嘅姐們可以點菜。然之後我哋上翻一啲手串，有冇想要手串類嘅姐姐們？想要手串類嘅姐姐們睇過嚟，手串咯，有冇想要手串嘅姐姐？啊，想要手串嘅姐姐睇過嚟啊！啊，佢呢條款式都好睇嘅，條款式。啊，見唔見啊？串盤珠做翻一啲咁樣嘅粉紫系列。有冇想要啲粉紫系列㗎？嗱，天然嘅翡翠啦，呢度直接咁打開咁去戴就得咯，好睇喺度，有個調節效嘅，嗱，直咁去戴又冇問題。呢個睇有冇啱嘅姐姐，見唔見啊？成個肉感都好好嘅啫。呢個款式有冇中意嘅姐？粉紫系列，成條係一個粉紫調調，係咪藕粉嘅顏色？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啊？藕粉紫。嗱，搭埋有一啲咁樣嘅，咪黃翡啊、綠啊，去點配住啦。有冇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？嗱，有中意嘅姐姐又拍嚟拍一個，有中意姐嚟衝呢個款式。嗱，呢個款式好睇喎，咁咪價錢好抵賣。哇！呢個價錢150蚊。嗱，算盤珠搭埋一個咁樣嘅係嘛？藕粉紫嘅翡翠啦，粉紫系列喎，係嘛？好粉啊，粉調調，有冇中意啲粉調調嘅？你可以揀一個，呢個好睇喎，係嘛？粉調色嘅，你中意粉調色嘅可以揀一個。呢個係啲啲嘅23529，價錢去到一個150元喎，係咪相信一個150元？你哋一定要去拍，一定要去衝150元。嗱，要嘅姐嚟拍呢個款式，呢個藕粉嘅呢個。手串，嚟想要嘅姐嚟拍，中意姐嚟衝。尺寸去到一個5.3嘅，嗱，要嘅姐嚟拍啊，中意姐嚟衝。啲啲嘅23529，價錢150蚊。嗱，有啱有中意姐嚟拍，啲啲嘅23529，價錢150元。你哋想要嘅姐嚟衝一個，啲啲嘅23529，價錢150元。嗱，有啱嘅姐嚟拍哦，有中意姐嚟衝，啲啲嘅23529，價錢150元。想要咩款式嘅姐們打出去公屏啊！你揀呢個真係一個藕粉。好好睇啊！一隻顏色粉調調嘅，你中意粉調調嘅真係可以衝呢個，真係可以衝佢。哇！想串呢啲啊，呢啲都好好睇喎呢個。即係哇，好值得去衝啊！有天珠我同你講，超值得呢條。有銀色嘅搭配，然之後有佛宮，有有啲和田玉啊、蜜蠟啊，成個大卡型啊！你哋去拍呢個，你完全唔相信呢個價錢。我嗰時睇到我都唔相信。媽嘢，即個價錢9.7，你哋去衝。
我完全都唔敢相信係呢個價錢啊！完全都唔敢相信係呢個價錢，呢個價錢去到200元嘅，200元直接去衝呢個超好睇，係嘛？唔使諗啊！呢個直接去拍咁大卡啦，有咁多銀色去搭配，然之後做翻啲咁嘅，佢個全部翡翠，見唔見啊？肉感好好一個，肉感好一個淡色系列嘅，見唔見啊？呢個淡青彩顏色，有綠有紫，你哋去拍一個真好睇嘅，呢個妝都好好，妝比較細，呢個價錢200蚊去衝啊！諗唔到啊，搭埋啲咁嘅財寶系列，好好睇一條，真係很好看啊，好有特色，好有特色啊！做翻啲嘅係咪去到搞嘅尺寸大卡嘅啊？9.5，你哋去拍啊！中意大卡啲嘅去衝呢個，好有特色件嘅佢呢個。見唔見啊？好有特色件，你要呢種款式嘅自己去拍，中意呢種款式嘅自己去衝，好靚啊一條，200蚊真係好值得去拍喎，200元有啱嘅自己嚟拍，有中意自己嚟衝啊！冇錯過呢條200蚊，完全係我都唔敢相信係200蚊嘅。啲啲嘅235，仲要咁多係嘛？其他彩寶嘅搭配咧，23530去衝呢條200元。